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去年归仁区某电镀工厂在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忍者龟稽查队的突袭行动中，被发现工厂私自排放超标的电镀废水，进而勒令停工。然而，不肖业者却无视停工命令，在今年初再次被破获暗自复工，并持续将污水排入水沟。经台南市地检署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起诉，最高可处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罚金20万元以上至2000万以下罚金。然而，忍者龟环保勇士又是如何进行稽查工作，打击不肖工厂，守护我们清净家园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当初参与忍者龟计划的水域及毒物管理科的连股长来到现场。连股长，股长，我们想跟您聊聊啊，就是当初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稽查到了这家就是违法排放污水的电镀工厂嘛。那当初我们怎么会去找到他们呢？当初我们就是在这家电镀厂的下游，我们都有在定期定时的监测河川水体，发现有害重金属的标高的现象。那所以我们往上游锁定。我们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是爬下去那个水沟的呢？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忍者龟它的一个由来。我们的人就是扮成忍者龟，那身着青蛙装哦，那一些基本的一个防护的器具装备。那水沟盖掀起来之后呢，我们的人就下水沟，然后再潜伏在水沟里面匍匐前进。哦，在夜间的时候爬过去以后，然后在那边采获它的一个电镀的有害废水。在这中间，我们看到的排放口出来的水，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它是属于一种电镀废水的性质，它可能含有一些铜啊，或是镍啊。那这个浓度高的时候呢，我们眼睛目测看起来就有点像青绿色、青蓝色、青绿色这种样子。这个水的颜色表示它那个重金属的含量成分已经是很高了。我知道啊，就是这一家电镀工厂，它在10月的时候有拿到了我们环保局的勒令停工令，但因为它竟然不理，然后还继续复工，我们是采取一个什么样更严厉的方式去处罚它呢？再次的移送地检署撤销它的工厂登记证。那我们这些电镀工厂啊，他们一旦收到了我们的停工令之后，我们环保局是怎么进行列管跟追踪的一个盘查一个稽查呢？那基本上有犯过这种重大案件的工厂，我们通常都会列为重点对象，会不定期或者是定期，我们会去巡查它，那看它还有没有在做一个违规的行为。希望各位业界的朋友要善尽一个企业责任跟一个社会责任啊，那留给我们下一代一个美好的环境。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9月1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市公97也未开发进程，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秘密景点。虽然也未正式号名，不过却吸引电影总破赛来遮拍片取景，引起注目。对此，市府伫开发运河新钻时，顺线整理建设，目前已经完成公园的开发。地方号名做大良生态公园，总共由市长甲这位民代共同启用。伫个市长黄伟体甲这位民意代表以及干部甲地政等官员的共同灌溉下，台南市公97大良生态公园18号正式启用。市长黄伟体表示，虽然大良生态公园的面积毋是真大，不过保留原有的生态，不但树木扶疏，而且附近还阁有真侪景点。相信未来一定会是运河新转的一个新的亮点。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不仅是林木扶疏，而且是临近运河，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景致。那在喧嚣的都市中，是一个可以坐下来沉思，坐下来这个稍微安静一下，坐下来沉淀一下的一个安静的角落。但是我觉得很期待许多市民朋友们虽然这边运河新转是逐步的在开发，但是很期待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如果去和乐公园走走看看去国华街吃喝喝然后在这个漫步到大良生态公园，我觉得其实也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行程。那也期待不管是游人、旅客，
不管是市民朋友都可以到大良生态公园。这不仅仅是一个社区公园，它也可以成为都市的一个小小中央公园。市府干务局长苏金安表示，公园的面积大约1.47公顷，配合温和滩地的环境，公园内佫设入一个清水平台，作为独木舟的活动使用。这边呢，本来大概就是一片绿地，所以我们这边榕树、老榕树，还有一些乔木呢，这都是以往也是移植过来。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公园呢，大概用生态，所以我们维持了这一些老榕树或乔木，因为我们临近运河，所以我们呢引进这些运河的水呢到我们这个公园里面来。那这个最主要也就是希望能够维持这些生态。市长讲开2000几万，2000几万会当做一个遮好的景，互咱乡亲时代大家拢来这个所在来休闲哦，这实在是真正是成本得利的代志，特别感谢总经费开了2000多万的大良生态公园，伫个启用以后，未来将成为运河新转开发的第2个观光景点，甲和乐广场、中正商圈以及安平的历史园区来串联，希望带动另外一波的经济发展效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日到台南市职优二林长表扬大会，总共159位获奖，其中服务70档的林长有1位，另外里长部分服务超过20-30档的拢有。18号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奖予因，感谢因为民服务的辛劳。台南市职优林里长表扬大会，今年总共有64位里长、63位职优民政人员以及173位林长得到荣誉。市长黄伟哲18日亲自来到现场致意，并颁发奖座，感谢因长期以来为民服务的辛劳付出。20年资深里长，这次受奖的总共有159位，其中服务70年的林长有1位，服务60年的林长有3位，服务满50年的林长也有20位左右。那里长的部分，服务满30年、20年的都有。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七股的玉成里的里长，陈里长，他服务满20年，而且获得内政部特优里长的这个表扬。总之，我相信里长是我们基层的守护者，林长又是里长的最重要干部。也感谢各位里长、林长的付出，也非常感谢民政人员，他们任劳任怨。虽然是他们不用靠选举的，他们是公务员，但是他们也都为基层而努力。在这次受表扬的林里长当中，有真侪人拢是服务满50-60档以上的人，会如此受到乡亲信任。因表示：讲有啥物较艰苦还是较趣味的代志？有啊，都人若讲哦，咱就爱做啊。你要做里长哦，你一定要有北长啦。做林长有啥物较趣味的代志？我做林长就是安尼，我的趣味就是讲，我做人安尼我有大家，安尼有大家，做有大家，做到互边的人讲，伊咧三遍咧远看伊看袂通过，加咧三遍，若要摕贴伊，伊讲唔能摕，安尼伊的道德带一个良心带伫遐做来。市府民政局表示，里长、林长长期伫第一线为民服务，点点付出，是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推手，更是守护社会基层安定的力量。希望会当持续合作，推动市政，共同为市民的福利打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由工商时报、台南市商业会甲中华地联总会所共同主办的2020年台南品味周，18号伫南旁世贸展览中心盛大开幕。这摆展览分作茶、酒、咖啡、美食、户外用品甲汽车等区域，超过400个单位，场面是热闹滚滚。市长嘛特别出席开幕典礼，鼓励大家踊跃消费，可以当抽大奖。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工商时报社长陈国伟等侪侪贵宾共同剪彩，为2020台南品味周活动揭开序幕。3、2、1，请用钱。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观。举办迈入第2届台南品味周，愈办是愈精彩。今年有汽车、机车、户外休闲用品以及咖啡美食、酒品甲茶米等5大主题。餐点厂商竟突破去年数量，达到400个单位。今年的这个台南品味周是我们第2年举办。那虽然疫情当道啊，我们原来是5月份要办的，那后来延到9月，可是我们的参展的摊位数呢，比去年还要大幅的增加。那同时，我们今天这个展有好酒、好咖啡、好茶，有休闲、有汽车，我们是5展合一的一个展览。那我们希望来参加的厂商或参加的民众能玩得开心，吃得开心，买得开心，啊，天天都开心。市长王伟哲出席活动时阵表示，除了要感谢主办单位用心举办活动，嘛呼吁民众爱多多使用3倍券消费，各当抽大奖。许多台南的好朋友都知道台南品味周，都会期待台南品味周，也都会想来台南品味周。也希望说，从今天开始18号到下礼拜1的活动，都能够很圆满。刚刚有看到，稍微这样看一下，很多这个地方使用3倍券都有额外的折扣。像那个买那个汽车，用3倍券3000块就可以折1万块，那这样子就蛮不错的，所以很希望各位借着这个3倍券的商机，大家赶快来这边消费，然后赶快参加抽奖。台南品味周活动自18日起一直到21日，总共4天，而且只要加入台南品味周官方的内，就当索取免费入场以及免费停车等优惠。民众会当伫脸书搜寻南胖世贸展览中心了解相关内容。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歇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风花树头飞。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为了让民众会当更加亲近古迹，了解背后各种的故事甲知识，这几档由文化部所主导的全国古迹日，已经伫各县市以无同的主题来呈现。今日嘛将主场地刷到台南，为围山教育行动正式甲市民见面。台湾拥有侪历史古迹甲无形的文化资产，其中台南市也是上知名的文化城市之一。为了让民众甲游客会使更加熟悉古迹当中的故事甲相关的知识，文化部这几年拢会甲地方政府共同举办全国古迹日。今年将活动的重点刷到台南，并伫城大未来馆规划古迹主题展，要让无分年龄的民众更加亲近古迹，熟悉当地的文化。今年的主题是遗产跟教育，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从文化会议跟文化资产会议里面所得到一个很大的共识，也就文化保存的意识要从教育开始，从小扎根。今年也非常感谢叶局长特别规划这个古迹，从这种现代的语言，从小学里面所知道的古迹，然后来进行传达，表示古迹的价值，也就是说从现在的建筑语言来保存我们老旧的建筑物，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哦。所以我们今年会通过这个展览、市集还有讲堂，更重要的我们会从教育，所以我们期待未来的文化保存能够从小扎根，从教育开始。为了鼓励民众踊跃来参加，16号也特别举办了宣传记者会，市长王伟哲也亲自出席。这届活动将持续到10月28号。每礼拜市府也拢规划各种的文化活动，邀请市民朋友来参加。大家都知道，台南是个文化古都，再过4年就要庆祝建成400年，所以台南市境内古迹非常多，具有文资身份的，或者是具有
这个历史意义的建筑物或者是文物也非常多，那所以值得大家一玩再玩，一再玩赏。你要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在台南不仅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是掘地三尺有古迹，许多的古迹都在市区里面。那不管是庙宇，不管是博物馆，不管是甚至是一般学校的礼堂，都有很多都是具有非常历史意义的一些建筑物或是设施。所以呢，很欢迎大家在9月19日一起开始一起来探访台南，一起来寻访古迹。除了台南市有规划相关的活动以外，各县市也安排了丰富的活动。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到城大未来馆的古迹主题展来看卖。现场除了展示各种国际相关的资料甲展品以外，也有各县市的活动资讯。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有人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一般癌症治疗方式包括开刀、化疗、加放射线等等，但因为各种的癌症拢无同，伫经过标准治疗以后，可能也有少量的癌细胞存在，所以近年来医界开始研发自体免疫细胞治疗。对此，基比医学中心伫今年6月嘛通过中央核准相关的计划，目前收治2名患者。卫生福利部伫民国1807年9月发布《特病医疗技术检查检验的医疗仪器管理办法》，开放国内病院细胞治疗的技术，一直到今年6月核准基比医学中心的自体免疫治疗、树突细胞的疫苗计划，利用自身的免疫机制来对抗肿瘤。目前我们可以实行的这个所谓的免疫树突细胞疫苗的治疗。那目前适用的范围是在第4期的实体癌，那经由标准的治疗无效之后就可以使用。那目前有8个癌症已经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审核，那包含脑癌、头颈部癌症、乳癌、胰脏癌、前列腺癌、卵巢癌，还有肝癌这8大癌症的适应症。那目前我们是建议在20岁以上，那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那在经由标准治疗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来选择这样一个治疗。那它治疗的方式原则上是要从我们的体内取得肿瘤简体，那这肿瘤简体会在体外先做一个癌抗原的备制，那再从我们的体内取得足够的白血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胞叫做树突细胞。那在体外之后，经由我们的树突细胞跟癌抗原刺激备制完之后，产生大量的树突细胞，活化之后，然后再注射到我们的体内，用皮下注射的方式，那希望能够驱动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来产生一个癌症抗癌的一个环境，啊，造成一个癌症的一个治疗更好的一个效果出来。基比医学中心血液肿瘤加癌症中心的主任冯英勋表示，树突细胞疫苗的计划主要分做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手术的方式取得肿瘤的组织，然后送到实验室培养肿瘤的抗原。等抗原有一定的数量，才去进行第2阶段，采集病人的白血球，甲肿瘤的抗原同齐培养，然后才去将培养出来的树突细胞的疫苗注入去病人的身上。整个疗程大约半年的时间，因为属于是个人化的治疗，目前并无纳入健保的给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患者甲医生之间时常会出现资讯的落差，这款状况伫妇产科嘛同款，甚至到生产进前，产妇阁唔知有啥物医疗资源谈何使用，所以基比医学中心推出产妇计划书，互家属甲产妇伫有心开始，得当了解各种状况，嘛方便甲医生沟通。现在医疗的技术进步，互生囡仔的风险降到非常的低。也互民众希望会使有更较优质的生产过程，加上病人甲医生定定会出现资讯无对等的状况，这也互基比医学中心推出了一本产妇计划书，当中针对有生一开始的准备到生产过后的各种相关的资讯拢有，希望互产妇甲厝内的人会使更加了解，同时减轻因的焦躁。
在医疗资讯啊，在网络上面啊，报章媒体上面，其实都可以获得非常多。所以妈妈他们会分享各自的生产的经验。那有些妈妈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两个情况相似，那却有不一样的使用的药物啊、医材或是生产的过程？那这些选择呢，在过去呢，其实妈妈都会一到医院，然后才告诉妈妈说有这么多的选项，那妈妈就会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做决定，说她要选择哪一个项目这样子。那现在就是我们会希望把这个做那个医疗决策的时间拉前到产前，就是我们在生产的怀孕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准备，就是思考我们后来生产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这些状况、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做哪些选择？那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也会更了解生产的过程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风险，然后更能够配合我们后续生产的时候医嘱的一些执行，然后更能平安的顺产这样。这种资讯无对等的状况，医生常常看到就是无痛分娩的使用顶面，因为无正确的观念，所以也互真侪产妇唔敢来使用。比较常见的是像减痛分娩的部分，妈妈们常常他们有些比较传统观念的妈妈会认为说，减痛分娩它针是打在脊椎，那我后续生产的部分就是有可能造成之后坐月子啊，后续的人生都会腰酸背痛，都是因为这个。就是做减痛分娩的部分，然后有些甚至是婆婆妈妈们也有这样子的认知，那她就会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即使妈妈在非常疼痛的状态之下，也拒绝去施打减痛分娩，那这样就会变成说，那他们这么痛也就是不忍心，那可能就会直接建议他们去自费剖腹产。那在医生的角度是觉得这样非常的可惜的，因为其实减痛分娩是一个很好的发明，所以就是它可以让妈妈的生产的过程非常的舒适，那也可以减少就是之后剖腹产的机会这样子。针对奇美下中心提供安尼的服务，也让民众感觉非常的方便甲大心。我觉得都写得很清楚，而且都有就是把经费写上去，那这样我可以事前就跟我先生做很好的讨论，说，我们该做怎样的一个接受怎样的一个治疗，然后像里面有讲就是有没有要做。顺便做那个结扎手术，这样子就是我都可以跟我先生做很好的讨论，那我们就对可以比较放心的，就是接受对就整个住院的照护。当时医生也无建议提无共病院的计划书去要求医生来配合，因为每一间病院的计划书的项目拢是经过病院评估过后，才开放予民众来选择，爱尊重国家的专业，才会使平安来生产。但新闻局无意采访报道。接着来关心天气的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4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9月18号中嘉台电新闻，咱再会。